要提醒乡亲，气象署已经伫今仔日透早5点半发布拥有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。按算伫今仔日下半晡就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伊若可能南入警戒的范围包括东南部、东部、中南部。气象专家嘛提醒讲，风台登陆的地点有可能是在台东附近。风台即马愈行愈晚，花莲、台东是爱设置透强风，也若东半部和南部爱设置风台雨。杨柳风台伫咧8日暗时8点增强成做中度风台，即马以1点钟26公里的速度伫咧山顶动，照即马的路线看，是向着华东这个方向过来，并且有可能会探过台湾。气象署8日透早5点半发海上风台警报，下昼应该会发陆警，东南部、东部加中南部地区爱加强戒备。今天下午的时候是有可能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。戒区当然是就是以东南部啊，还有东部以及中南部地区范围，可能是会被纳入警戒的区域。登陆的地点目前看起来就是以东南部的台东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。即马风台行的路线比原本有期的国家偏西边、偏南边，所以警戒范围也向南边线。因为拜三是风台上晚台湾，也是风雨影响上明显的时阵。气象应用推广基金会依照澳洲上新的模式预测，风台会伫咧拜三中昼登陆台东。拜四透早登陆福建，登陆点附近一定会拄到风台中心的破坏性强风，华东拢爱加强戒备。林德军讲，杨柳风台虽然范围较小，不过风强雨大，也是要注意。在迎风面，也就是所谓的宜兰以南地区，都是它的这个迎风面的地区，也是属于剧烈降雨以及发生强阵风最为显著的一个热区。除了东半部甲南部要注意落大雨会造成灾害，气象署也讲，拜二暗开始，东半部外海会有2-3米的风影。拜三风台搁较晚的时阵，伫东半部北部海峡，还有台湾海峡北部风影会增大到3米以上，尤其是外风台中心的花莲、台东，大影可能有5公尺到8公尺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